有兴趣其实可以去 YouTube 找我的频道曾文熙，专文 K 的专文，然后大汉细汉的细。我有录一部分放在上面，完整版应该是没有录过。我今天应该也不会看完整版，因为会累。成工场真夭寿，残垣破坏无通救，农民逐工拢忧愁。一区好田不种菜。 战场咱乱来，乌烟毒水世界排。这农村地甲是真海，农村地甲是真海，巷仔尾的臭水沟。 白龙水日咧吼，有天南地乱草草。伊讲找无倒位是阮家。白龙水要找因家，到底啥人愿意听？ 听白龙水的心声，土地是咱的生命，守护生态做阵拼。新世纪现代提到10几，敢若大家我还讲我时间是不是差不多到了吼？安尼今日表演到这结束，交互主持人。好，谢谢我们曾文熙老师。有兴趣其实可以去 YouTube 找我的频道曾文熙，专文 K 的专文，然后大汉细汉的细。我有录一部分放在上面。